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慧珍，慧珍好，欢迎呢准时收看福气来的呀，欢迎嘅好食神山线哦，带大家去下来认识到东桂好食，了解到了菜地嘅天山吼。今摆啊，讲到爱去了解苗栗来了的时节啊，都会有朋友只听讲，来去了解南庄嘅老街行咧吼。到底了解老街嘅魅力有几大？人讲呢，列下其实吼，应讲北中南东各地啊，都有了解老街。了解老街嘅点点人吼，嘅所在了解平头百姓嘅生活文化呢，也係講佢人生嘅生活形態，可能就係淺得的吼，人哋來看嘅，今日來到現場嘅後生人，自家本身係講中年啊，未係了解自家來買自家嘅產品，是嚟講係講嘅此山此校嘅代表之一，未為了解南莊了解總頭吼，想講帶來一個新嘅方向咯。以下呢，係夾夾先來分享佢邊來邊了來分享。冠文好，大家好，我是冠文，然后我是来自于苗栗南庄，然后跟一群朋友目前在务农的，对。好，现在也哈啦，好面试就算讲吼对你嘅南庄也比较来应讲到港中吼来種作做錯嘅吼，唔過你都想來問下冠文哦，你自家本身吼，應用會上愛來到也南莊也比較來港中，你自家屋企本身就會港中人係嘛？哦，我們家自己是沒有務農，不過我媽媽那邊。那你是哪裡人？我是彰化人。彰化人哦，韓國呢媽媽嘅位吼，即係講可能阿家公阿家婆嘅位吼，頭歌是要港中歌吼，也哈都未哈而輕用嘅開始講上我來做港中嘅一條路咧。哦，我那時候就是在念研究所的時候，讀書嘅時間。對。然後認識就是一樣在清大念書的一個學弟，然後他是南莊淡南埔人。那他在念書的時候就有提過說他在南莊這邊之後會組織一個小團體，叫淡南埔農村辦公室，這樣。對，那所以在你學生時代哈，讀研究所的時候，你就算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接觸到可能這樣子的一個小團體。那時候只有認識欣慰這樣，那是之後研究所畢業，然後退完伍，那才有機會來到南莊這個地方。對。哦，那麼就是當初接觸這樣的一個團體，讓你開始有這樣的一個想法，想要來到南莊這裡，開始做務農的工作。也沒有，因為當初一開始是因為就是退伍之後還不清楚自己要做什麼，那剛好。那你在讀研究所的時候，對，你有接觸到這樣的一個團體，那你那時候就是本身其實有這樣的想法，已經開始有這樣的想法了嗎？那時候只是對農業或者是土地之類的這類的議題有興趣，對，那比較參與的是在運動這一塊，那實際的務農的部分還沒有，對，所以到了退伍之後就開始，就是主要是從去年3月開始，然後那一開始也是只是在小團體裡面是做寫計劃、申請補助的部分。那後來才因緣機會認識了欣慰在南莊的表弟，那他自己就是當地人，對。那他退伍之後，本來就有打算要回來返鄉務農的。那在南莊那段期間，因為認識了他，所以才有機會跟他一起做現在目前的務農的工作。認識了以後，可能你們的想法啦、理念啦，各方面都很契合，就想說，可以一起來做這個工作。對，就是在大方向上是蠻接近的，就是希望可以種一些健康的、天然的，然後希望可以讓一般人都能夠享用到的。對，那可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學文學的，然後等一下，你說學文學的，對，那也沒有學過我們的這個。在技術方面，業方面的技術各方面各個層面都沒有學過，過去是沒有經驗的，所以其實我有經驗嘞。在做這方面，基本上就是跟着世修一起，因為他自己本身是。那世修他自己本身有這樣子的經驗嗎？但從小的經驗跟着他的爺爺一起，所以他的在經驗種稻這部分是還蠻多的。那他自己在念大學的時候，他就是念中興的農科系的畢業的，對，所以在知識上面也蠻充分的。
所以那就是你们两个的想法可能也还蛮一致的吼。对，上白强用哦，记得63年就现在讲，强下来之后也甲因讲港中嘅说啦吼。不过呢，因讲港中啊，有样伊讲嘅一般也较现代嘅做口气嘅方式，没有较传统嘅方式吼。爱受啲嘅哦，就係你的哦，都也個港中嘅方式，係現在也個應該較傳統嘅方式。傳統嘅方式其實咯會較辛苦啲嘅嗬。你嘅客有冇想講用一個傳統嘅方式來做？當初我們想要做，就是希望想要跟過去的慣行動法方式不一樣。對，因為當然第一個就是跟就是友善土地的方式啦，然後第二個就是對土地對人哋嘅環境愛好嘅。對對對，希望不要有一些破壞或什麼的，盡可能的把污染降低這樣。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就是種出來的作物是比較健康，然後讓大家吃了不會有負擔的。對。好，那你剛剛提到了那個世修哈，世修他自己本身是有這方面的經驗，那你自己本身可能對於這個務農的這一塊啊，完全就是剛開始來接觸。對。那我想問的就是你自己從完全不知道不清楚，到你現在可能已經接觸有1年的時間，1年多了哈。那這前後的一個，就對這個務農這個的一個想法有沒有改變？有啦，因為當初其實不會當成是一個就是要全心投入的，對。那可是當然一開始在接觸比較是用體驗的心態，那後來當然跟着世修，其實他還蠻堅定的，就是他還蠻清楚自己要做什麼的。那只是目前他也是退伍之後回來才開始由自己去從事務農的這個部分。那所以其實很多不管是技術方面也好，或者是之後的方向啊等等，也是就是一步一步在調整，然後試驗。對，那我也是跟着他就一起學習啦。對，那主要還是就是很多疑問或者是想法，還是有跟他做一些討論。所以你們碰到可能都困難的時節啦，吼，也講有一個問題的時節，你都會2-3年向下來討論的，吼。不過呢，你都2-3年討論啊，係個冇結果的時節啊，有時間用幹啥啦？當然就是還是以他為主啦，就是由他去決定說。因為佢本身就有這方面的經驗啦。對。那我自己就是就目前來說。當然還不會確定說，之後會不會變成是我之後，就是這一輩子都會投入的，對。可是目前會覺得，還是可以試試看。那假設真的可以做得不錯，然後至少可以生活，然後這是我願意繼續下去的。安樣嘅吼，喺講到做得一個生活啦，吼，你嚟過一啲吼，你都想講我繼續來做看嘅，過來吃看嘅，吼，都壓下鼻子，你吃到做一個港中嘅事。做到有歡喜嘛？也係講做到有快樂嘛？當然，這中間其實我覺得，甘苦都有啦。對，因為這過去沒有經驗嘛，然後一時之間要去拿一些工具啊，然後包括早起啊，然後可能大量的勞力、體力的，對。然後這我過去因為都在念研究所嘛，所以基本上就在書房裡面這樣。對，那一定有一段這個過渡期跟適應的時間。對，然後我覺得現在還算習慣了。那也就算是有調整過來了。對，那我覺得開心的部分當然就是看到自己的農作物，就是種嘅東西做的熟成呢。對，然後可以拿去收成之後，然後拿去賣，然後大家吃了覺得很好吃，因為像我也會把一些米啊什麼的。透過我媽媽的介紹，然後到其他的朋友那邊，然後他們吃完之後給我們的回應都算還蠻不錯的。對，然後當然就聽了會覺得就是還蠻有成就感。種出來嘅作物除咗去加色以外啊，你講賣出去過後，也嘅消費者嘅回應進來嘅回饋來講，算都係當我農嘅當成熟嘅也都係對你來講咪係一種人講繼續行下去嘅一隻動力嚟啦，真正嘅影響小朋友對也好生年啊，做嘅嘅對大家退伍過後就來到也嘅到你講上行山度來感言真是講真見嘅啦，我做無按改，看見到按什麼按大邊做一本見到鼓勵咯，講到也比也好，見到嘅也個即講演嘅個名叫做山豬腳姜，也個下個名嘅係馬啥案嘅啊？
哦，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算是一个果园，那比较偏山林这样，那所以当果树在开始结果的时候，就是山里面就会跑来一些山猪，其实不只是山猪，山猪是比较大型的动物这样。我所谓老你都给也得果子啊嘛，该吃呛呛哦。当然没办法，他们全部吃完，不过就会是破坏。纯的就係你哋嘅。对。古時嘅下也個命嘅，係你上到嘅，也係老你強下港中嘅思想上到嘅。主要还是师兄去决定，然后去对。安樣型啊，吼，古時呢吼做係也命嘅，吼做係因為也個山豬吼，真正嘅吼也個東西要種好咧熟嘅，做係得來蘇神嘅時節，嘅下山豬出來咧，我想也應該係講路邊嘅嘅港中人哦，佢哋可能都山方港人嘅朋友，從頭做嘅讀到嘅哦，也後生人哦，佢哋來種作嘅時節，沒有讀到安樣嘅情形，吼，好講到也個命嘅，吼，做係因為安樣來，你就老你都做老佢安命按做山豬強強啊，一命嘅真實啦，吼，係吃到按到師傅呢好啊，吼，咪反映出你都一個港嘅現地保度嘅，而家目前呢一種情形嘅，吼。另外呢，都有個健康啊，吼，而既然係用一個生態啊，最安全無圖嘅一種港中方式，用嘅生態嘅情形哦，佢嘅變化和生態的一個部分，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生態目前的部分，就是因為我們在種植的部分，那草的部分就是用割草機的部分，但還是會有一些整理。對，那我們目前看到的一些動物啦，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上看到這個，畫面紅看到嘅，嘿，對，就是這個是那個鳳蝶，對，然後它是柑橘，所以它會是吃那個都柑嘅樹蛋糕嘅一個哈鳳蝶哈，對，好。然後這是我們發現到的，就是動物的排遺，然後可能再猜是兔子或者是羊之類的。兔誒，冇可能就係羊也得吼，係像咩做嘅哪年也得相片啊吼，來去問下人嘅路邊嘅啊，可能佢哋咩會提供嘢食來去物嘅吼，又再講到都一個沿途嘅嘢生態哦，你都咩要特別來去注意咧吼，真是係當認真咯吼，人講看到後生人就會看到希望咯吼，雖然講也個後生人哦，真開始冇叫唔過呢也個希望啊吼，也個要港中嘅人講前輩哦來支持鼓勵。記得做到係較好。喺講你鄉親朋友對節目以後，也主題有興趣，也講有問題，我來問後生人哦，做啲打電話到現場來咯，都入邊先來去看下聊下來。